分析預測和局31.7%，半全場和，雙方極有機會喺半場0-0或者1-1互相鉗制，並且將呢個沉悶但高度緊張嘅僵局維持到90分鐘完場。因為去到呢個階段，冇人想犯下致命錯誤，晉級阿根廷。雖然預測90分鐘內難分高下，但如果比賽真係無可避免地進入加時，甚至互射12碼，阿根廷豐富嘅受苦 DNA 經驗就會發揮作用。加上門將達米安、馬天尼斯撲救12碼嘅能力同強大心理質素，喺淘汰賽極限階段會令阿根廷稍佔上風。球員項目方面，美斯隨時入球，同比寧咸隨時入球或助攻。美斯今屆賽事狀態大勇，面對英格蘭缺少昆沙，需要重組嘅右路防線，佢喺禁區頂切入起腳嘅機會極大。而比寧咸作為英格蘭嘅絕對核心同關鍵先生，面對體能嚴重下降嘅阿根廷防中帕利迪斯，無論傳出致命傳送或後上入攝攻門嘅威脅，同樣好難防範。加上 Trianda 皮球嘅低風阻特性極度有利遠射，呢兩位擁有無限開火權嘅巨星，絕對有能力隨時把握一個遠射機會，改變整場比賽嘅戰局。